你哋嘅公司有冇網站？就算有，係唔係都已經好耐冇更新？係因為後台更新困難，定係操作唔夠直觀，定設計同預期不符？其實網站除咗顯示資訊，仲有好多應用嘅可能性。智營運係一個幫助 NGO 數碼轉型嘅計劃，我哋會由每間公司嘅網站入手，一步一步協助 NGO 利用最新嘅 IT 技術實現數碼轉型同營運。今次我哋同香港風濕病基金會合作，仲加入咗 CRM 客戶關係管理系統同人工智能心理諮詢助手，除咗可以幫助香港風濕病基金會解決當前嘅營運挑戰，同時為未來嘅挑戰做好準備。數據化管理 CRM 以真實數據揾出合適會員，自選條件更易搜尋會員，與活動同步，自動更新會員參與數據。人工智能心理諮詢助手，管理員指定素材訓練智能助手，確保諮詢範圍圍繞主題，鼓勵諮詢者尋求專業意見。智營運幫到你解決當前營運問題，同時為未來嘅挑戰做好準備。